也来花莲大地震有造成花莲真侪栋大楼受损害，即马就标出讲有买卖厝的中人去灾区，要用俗价甲民众买厝，国土署有提醒民众唔通互因怪气。市区继续动工，相关作业无停。最近2摆地震，花莲几个所在的厝起起毁损严重，有的爱重建，有的赶工补强。嫌过重启还是修缮，拢爱用时间。即马传出有帮助，趁机会用价计数买买受灾户的房地产。网络上有这种讯息说出来，话就是说受灾的、受损的，所以可不可以便宜卖给我？民众就会被误解啊，说他东西要让渡权利给他。中央听讲了后，唔敢大意，国土署提醒，各项补贴拢会实行，小区民众后续清零，唔通随意卖房地产，也是让到相关权益。更较惊受灾户互一连串的话术牵得行，公啊袂调。就算有灾民讲无拄到这类的情形，煞烦恼将来防诈骗利用，互有心人摕来去赚再难钱。目前没有呢，我想有些并不是房仲，有些应该都是诈骗业者假冒房仲的名义。灾后中间无停，道路坑满塑胶笋，疏导来往车辆，花莲受损建筑物一边进行拆除，一边管制进出，也过包括富凯大饭店、通细大楼、那天雷迪饭店、甲北平街二号等，未少单铁建物拢伫市区离到封路作业，加减影响交通，上班上课受冲击。规划的还是可以通，就绕一下下路而已。地图出来就避开那些路段就好了。大地震若影响花莲当地交通，伫偏乡的秀林乡三镇社区，道路后壁搁较出现沙崩，土石流灌满南沙坝，互在地居民真烦恼。那严重的话，可能就是会影响到我们三站社区的10里到11里，整个都会被土石埋没的一个迹象。土石一天无清，加上一直有地震尾，大雨无停。接落来，阁是风台季节，新问题连续来。当地民众今嘛就毋望政府单位采取紧急防范措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